立法院进前内底表决大战的时阵，民进党有3位立委林淑芬、刘建国甲江永昌，因为走票去互停权3年，所以新会期无法度优先来选择着委员会。其中林淑芬可能会来离开着热门的维权委员会，来进入着司法委员会。林淑芬形容家己是互拍入去冷宫，伊讲这个司法毋是伊的专业，伊来经替民进党的处分嘛是。超前部署。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和环保团体做伙替外来动物清明，呼吁袂使凊彩黑白台。不过新会期林淑芬可能无法度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继续拍拼。让我们到这个。被打入冷宫了，应该是这么说，被打入冷宫哈。原来顶一个会期，林淑芬、刘建国、江永昌分别是热门的维权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，伫内底表决走票互停权，无法度填志愿，恐惊敢若使伫外交国防和司法委员会。这是第一次哈，连处分都超前部署了哈。他们剥夺了我们对于我们擅长的关注的专业的领域。因为这钱案交保的立委苏进清。民进党团建议伊转战交通委员会，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决定转战维权委员会，但超明受访表示要留伫经济委员会，感觉伊无做唔对，是安怎的离开？在法院没有判定有罪之前，他们事实上还是无罪。我觉得这是尊重各个文字、个人的选择。委员会名单换真济，就看立法院新会期敢会当有新气象。